哇，最近有點累，來個懶惰健康餐嚟啊！呢個鍋底嘅橄欖油，我喺超級市場看到這些，哎呦不錯，靚靚番茄，然後番茄死晒，全部抌下去就 OK 啦。然後咧，哇，這個主角 feta cheese，哇，啲偷黐啊呢球，哇，整塊太多，我搣少少咁樣，咁樣正方形啊，可以靚。我一點這個 oregano，乾辣椒水，黑胡椒，然後這個雙頭啊，不批皮啊懶啊，啊美主已經靚啦，然後咧再表面加點橄欖油更靚，喂，烤箱我 send 於啫，200都係啊，開風扇，氣炸鍋180，直接懟進去。我烤大概25到30分鐘，很簡單啊。等一下那些番茄咧會不知不知爛掉咁啊，俾你們看嚟啊，小孩都可以。即係頭先啲自然請突然很有線嗰啲咩黃螺薯條啊，嗰啲通常都乖乖不好吃嘅。但是這個哎呦不錯，很屌很屌。係啊，我通常不知道煮什麼咧，就煮這個，然後咧。最尾加點雞胸啊、三文魚啊，撈一撈，讚讚。快烤好可以煮咩呢？一點鹽吧。繼續用這個蝸牛麵，哇，不用講話，一個字完美啊！然後咧趁嘅咧，哇，太陽之手把蒜頭擠出來，用叉全部攪爛，然後咧任何香草，麵加意粉水直接下去，翻到木嚟攪啊，怕你們咧怕金屬呱呱呱，喂太稠就加點意粉水啊。喂，那個蔥未出聲，講就靚靚地，直接倒下去。再加點黑胡椒啊！又爛又健康，完美啊！哇，很健康。